各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田雞香港，我係田雞啊。今條片啦，俾翻大家就嚟緊啊4月9號星期三跑馬地谷草賽馬日啊嘅單棍心水啊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揀咗呢一場第二場啦，4班千二米賽事。嗱，咁啊呢一組啦，其實啦都係啦好多比較側身嘅馬匹啦，新馬喺度啊。咁啊，北地烈馬啊、幽默大師啊、的愛好啊、輕鬆大笑啊等等啦，都係比較年輕啊、側身嘅馬匹啦。嗱，咁喺咁多咁啊呢一啲比較年輕啊，咁啊未話有太多嘅場地經驗嘅馬匹之中咧吓，咁啊我寧願會想揀翻一隻啊，就係呢一隻馬咧，之前都係曾經係贏過馬先啦，叫做啊，同埋今次係落咗班先係最重要啊吓，咁啊就係呢一隻1號啊，跑得好快，嗌到嗱黎超星先啊，呢一匹馬咧第一隻揀翻佢先啦。咁啊，其實跑得好快，絕對唔係話太差㗎喎。我覺得呢一隻馬咁喺黎超星馬房咧，上季都叫做有一 win 㗎。咁啊，近幾仗咧，你見到賀銘年跑咧，唔係話塞車就大外檔揈出去咁樣跑，跌足腳停咁樣跑㗎。呢一隻嘅跑得好快，真係啊，跌到暈嘅真係。咁啊，算啦，今次呢一隻跑得好快咧。落班之餘啦，仲要有個一檔去幫幫手啊！咁啊換下艾杜拿啦，咁我覺得呢一隻馬匹咧都係啦，值得大家留意翻噶。咁啊，因為大家都可以睇翻啦，其實上仗跑馬地1000咧吓，你同緊嗰啲對手跑都係相當之唔錯噶。咁啊，顏色之王啊，年少多好啊，其實喺3班叫做係不嬲有開成績嗰啲馬嚟噶嘛。嗱，咁啊，大家都知啦，年少多好嗰啲場場都放喺前面走跑條 Q 翻嚟嘅，咁啊顏色之王嗰啲都係好忠心噶。咁啊，算啦，其實上場跑得好快啲同場對手咧，都係有實力噶。嗱，咁啊，今次落咗班遇正喺呢個4班咁多側身馬嘅情況下咧，呢一隻跑得好快啦，絕對啦係有一個真正嘅機會啊！如果今場都唔得咧，真係啦，呢一隻馬又係啊擺低佢唔使要噶啦，之後都吓。嚟啦，都同大家睇翻啦，上仗啦呢一隻嘅跑得好快啊，黃志雲話點樣發揮先啊？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年少多好應聲彈出就相當快噶啦，中間環宇風采咧響第2位埋。嗱，咁啊，其實啊跑得好快，今場出閘都唔差噶，咁啊白衫白帽中間位置啦，咁啊但係你點樣救嗰啲年少多好顏色之王快啫？如果講前速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啦，留翻喺中游嘅位置先啊。顏色之王第3啊，第4位嘅馬咧，外邊係好多利高啦，埋邊第5跑得好快，跟到個第5，後邊4隻赤霞啦，紅衫咧就英雄豪邁啊，尾二位置就飛來閃耀啦，暫時大墮後喎，當家精神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600啦，前面年少多好，梗係威係勢放㗎啦，接嚟個幾兩個馬位㗎啦，環宇風采咧就跟住第2位，顏色之王第3，好多利高第4啊，跑得好快第5啊，後邊4隻英雄豪邁飛來閃要赤下，暫時帶到當家精神啦。好啦，入正最直路啦，年少多好，仲有嗱，咁啊跑得好快，其實黃志雲啦都叫做跑啱嘅啦吓，咁啊攝內欄偷上嚟啦，偷位啊。咁啊，但係啦，今場嘅賽果啦，都係前面着數啲啊。個幾馬位嘅優勢嘅，後邊嘅馬有環宇風采，入邊係顏色之王啊。咁啊，再後多層第4位咧，仲有呢隻好多利高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年少多好，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但係埋邊顏色之王越逼越近啊，年少多好外邊嗱，咁啊，大家見到啦，咁啊嗰啲環宇風采啊、顏色之王啊、年少多好擺喺前面，就係佢哋翻嚟啦。咁跑得好快，其實上一仗嗰個表現啦，都唔係話十分之差噶吓。咁啊好啦，減分啊，落到嚟4班啦，呢一隻馬絕對係啊有競爭能力啦吓。因為其實呢一隻馬之前嘅同場對手絕對唔弱噶。咁啊體力上啦，又比其他馬好添啦。你見到啦，今季話喺跑咗3場噶啫喎，呢一隻馬。咁啊傷患又驗唔到有啲咩問題嘅喎。咁啊，跑得3場真係啦，體力咧就真係十分之足夠噶啦啊！咁啊，因為都接近季尾噶啦，開始啊，咁啊，只係跑咗3場嘅馬匹啦，係着數啲噶啊！咁啊，所以啦，趁住啊呢一啲咁嘅場合咧，黎超星都要啊加把勁噶啦啊！咁啊，咁好形勢又一檔啦，
又同場咁啊有實力嘅馬唔多啦，隻隻都比較得新嘅情況下咧，又落咗班啦嚇，咁啊呢一啲馬唔係今場咧，就真係唔知等幾時㗎啦，再揀佢就啊。先啦，第一匹心水揀翻先啦，1號啊，跑得好快啊，挨到泥飆升啊！嗱好啦，咁啊第二隻心水啦，想揀翻一隻前領馬啊嚇，咁啊呢一匹馬咧，其實仗啦嚇，都冇發揮到呢一隻馬應有嘅表現啊嚇，咁啊係一隻馬咧就係2號啊，北地烈馬啦，咁啊周俊樂搭葉楚韓啊嚇，嗱喺咁多芸芸嘅側身馬當中啦，今場啦頭先都同大家講啦，好鬼多咁啊側身啊新馬喺度嘅今場，嗱呢一隻北地烈馬。咁啊3歲仔嘅咋嚇，咁啊但係啦，出賽經驗比你哋豐富好多啦，至少都係啦，贏過馬先啦，喺跑馬地1,200啊，咁啊3歲仔話跑咗都接近10場嘅賽事噶咯喎，呢一隻北地烈馬嚇，即係經驗上咧就好好多噶啦，加上啦你睇翻仗啦黃志穩跑緊啲咩啊？搶又搶唔到呢一隻馬，你見唔見到啊？好似油馬火咁喺後面。但係啦，都輸唔遠嘅喎，呢一隻北地烈馬輸3個馬位嘅咋，咁好啦，撇除呢一場黃志雲呢一場搶唔到嘅賽事，睇翻下面嗰啲啦，黃寶利騎又好啦，潘頓騎又好啦，好早期啦，鍾易禮騎又好啦，哇，次次都撲得近嘅喎呢隻北地烈馬嚇，其實呢一隻馬相信啦，前景上啦都唔會話太差啦，因為佢仲係3歲仔，大把嘅進步空間啊！嗱咁啊，今場啦，北地烈馬又換個騎師啦，換啦周仔周俊樂啊，咁啊呢一啲前速咁快嘅馬，當然啦，最重要係有翻個檔位啦，4檔啊嚇，咁啊睇翻啦，入邊嗰啲跑得好快唔會搶啦，的愛好都唔好搶啦嚇，咁啊唯獨呢隻立德金啦，可能會同呢一隻北地烈馬鬥下嘅啫嚇，咁啊但係立德金嗰隻都前排贏完馬又加咗啲分啦嚇。咁啊，先啦，呢隻北地烈馬以佢一路以嚟咁穩定、咁忠心嘅成績咧嚇，今場啦嚇，大家不容忽視啦嚇。嗱咁啊嚟啦，比起上一仗嗰場跑馬地1000米，唔知黃志雲跑乜嘅場次咧，咁不如啦，睇下黃寶利嚟啊，咁啊呢一場沙田嘅1,200米點樣發揮啦嚇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6場4番1,200。好嗱，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稍為快閘嘅馬咧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紫色眼罩嗰隻就。咁啊，北地烈馬速度絕對唔慢㗎，紅帽啊，綠色衫啦，紅色頭罩就係北地烈馬。人生嚟㗎，北地烈馬響入邊啊，內欄呢咁啊做個天火同心啦，中間啊女神啦，外邊綠衫添起雲啊，中間閃光燈最出眾嘅鼓浪好友啊，後啲嘅馬啦，考眼光啡色衫大約尾4尾5到啦，出邊美神來啊，尾3悠乾坤啊，尾2呢就天下寵兒啊，咁啊暫時到後嘅馬匹呢係嗰隻閃光燈嚟㗎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就北地烈馬㗎啦，外邊第2位呢就鼓浪好友啊，內欄第3風采人生，中間第4添起雲啊，第5有川河。嗱，揾翻先啦，北地烈馬自己擺咗喺前面大放咯嚇，咁啊其實今場咧都有好幾匹馬咧同佢一齊搶㗎，你見到嚇。咁啊，但係啦，北地烈馬自己主動擺咗喺前面走先。第6中檔黃衫係女神啊，走入邊噶嘛，有天火同心啦，同埋悠乾坤啊，攞出去中外檔衝嘅馬啦，先見到美神來啦，天下寵兒啦，最出仲有隻閃光燈，馬林中間揾位咧就考眼光，最後300啦，埋邊北地烈馬鬥緊風采人生，中間有鼓浪好友啊，最出衝緊上嚟噶嘛，仲有隻天下寵兒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中間呢，風采人生鬥緊鼓浪好友嘅時候，外邊上嚟嘅馬有天下寵兒，最出仲有隻閃光燈，接近終點，外邊冚過晒啊！嗱，咁啊，大家見到北地烈馬咧，其實擺咗喺前面走嗰堆咧，絕對唔係話輸蝕咁樣翻嚟㗎。咁啊，贏馬嗰啲當然啦，係後面追上嚟過晒嘅啫嚇。但係啦，你話論翻一堆咁嘅前領馬，北地烈馬叫做咧頂得住㗎嚇。因為你睇翻上場啊，咁啊呢個沙田賽事嗰個形勢，閃光燈啊，天下寵兒啊，考眼光啊，隻隻都追上嚟㗎。咁啊嗰啲天下寵兒再出都有好成績啦，當然啦，擺前面走嗰啲啦，咁啊鼓浪好友啊，北地烈馬，風采人生啊，咁啊呢3隻咧就係擺喺前面走㗎嚇。咁啊北地烈馬個走勢咧叫做係唔錯㗎嚇。咁好啦，
北地烈馬今次唔係話跑沙田啦，走翻過嚟跑馬地1200米呢個贏馬路程啊嚇，咁啊唔係用潘頓啊，唔使話做啲大熱門啦嚇，咁我覺得呢一啲前領馬用周俊樂咧都夠做㗎啦，已經嚇。咁啊，所以啦，呢一隻2號北地烈馬有翻啲賠率啦嚇，今場賽事我覺得係今場搏嘅啦，呢一啲都係啊。所以啦，第二番心水揀翻呢一隻北地烈馬，葉火行啲馬咧贏完之後係要等幾場咧先至再嚟料噶啦。咁啊，呢一隻北地烈馬都隔咗好幾場啦，輸咗好幾場啦，咁啊都係時候要收翻實啦。嗱，所以啦，今次啊，咁啊單冠心水1號、2號啊，俾翻大家啦。之後啦，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啊！大家有咩心水想同我分享，都留言同我講啊。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啦吓，拜拜。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田雞開講嘅大家庭，可以去翻 YouTube 嘅首頁，再撳簡介，去下面加入田雞開講嘅大家庭。每一個級數都有唔同嘅心水俾翻大家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去揀翻唔同嘅級別。中意嘅話可以訂閱我哋頻道，撳翻個鐘仔，仲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。下條片再見。